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嗨，小朋友，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想去踏青呢？虽然防疫期间没有办法爬爬照，不过冇要紧哦。今天俺的有俏迷给小朋友一起乘着高雄在地故事的翅膀游历高雄。Are you ready? Let's go! 咱来看一下这个封面吼，咱要来讲这个故事《菜刀小子顶阵头梦》。这个故事跟宋江镇有关系啊。伊的趣味伫倒位呢？就是因为这个宋江镇是足侪武器，哇！大家愿望，大家要比一个比赛，一个关家。菜刀小子翻山越岭，伊嘛是来遮要参加比赛。小朋友，这现场啊是足侪了兵器，拢足厉害的呢。有啥物人？有双斧、关刀、双节棍、狼牙棒、鲨鱼剑、流星锤。哇！大家拢是较厉害的。大家看到菜刀小子来讲，你是来佚佗的吼？你看他自不量力。哦，这实在是唔知影，袂惊死哦吼！这真正会倒伫遐呢，变骨力人哦吼！大家拢安尼甲伊笑。菜刀小子伊嘛开始安尼，信心有小可较细一点啊。啊，毋过伊看到一个人入来啊。一个小姐，迄个小姐吼是雨伞小姐。雨伞小姐一来的时阵，大家搁笑一个愈大声。你是安那？你是来遮做样的哦？哈哈哈哈哈！咱的兵器比赛，竟然雨伞小姐你来哦！毋过我咧讲，雨伞小姐伊就讲啊。恁敢知影即支雨伞会当创啥？你若拄着歹人，咱的小朋友，咱来看一下咱即个图。伊讲，咱若拄着歹人，即个雨伞会当甲牵落去、拍落去、拄落去，啊个后人丢子弹，嘛会当安尼甲动的呢。哇！即些嘛有参加比赛的迄落藤牌，藤牌是藤编的盾牌。他就讲，这是有影啦吼，因为啊鸡卵安尼动过来吼，啊我嘛无法度动咧，啊确实啦，也是敢若雨伞会当甲动啦吼。大家伫安尼七嘴八舌的时阵吼，哇，迄落大会主席宋江镇评选大会主席咱来讲，你就知影讲。是大人物要入来哦，这大人物行过来，大家感觉讲，这目睭敢有看唔到？赶鸭棒，赶鸭棒，敢有看唔到？哇！咱来看一下这个图，大家拢感觉讲，这敢有可能？因就开始质疑伊的身份。因就讲啊，讲，你做主席，咱借问一下吼。第一，你敢有参加比赛过？主席讲无。啊，无咱搁问一下，你敢是叫做兵器？哈？无。你看，哇！遮所有的兵器，咱头仔讲的，哇！关刀、双斧、狼牙棒啦、鲨鱼剑啦、流星锤，大家拢伫遐画讲无公平，这哪会当做主席啊？无公平！大家伫遐翕咧。啊，到尾因就问讲：你有啥物资格？这个干鸭棒就讲啊，嘿嘿，我
乃鼎鼎大名阿波王朱一贵随身武器。阿波王以喊我打贪官、除恶吏、保家园、护乡民。伊讲的是随在去讲啊。迄落这个兵器无人要插伊，啊，就一个一个含伊单挑，锵！哇！这个干鸭棒足奇怪的，伊一支往咧扫过去、牵落去、端落去、丢搞落去，夭寿啊！大家一个拢倒落去啊！他讲奇怪，啊，那一个干鸭棒较厉害啦！到尾就感觉讲，袂使团结。哇！这双斧关刀，还有鲨鱼剑，哇！这人大家所有武器拢徛过来讲。团围住，哈！足奇怪，伊嘛是有法度呢，扫落去、啃落去、搞落去、害落去，哇塞！大家拢倒落去，结果伊就足大意的讲，我干鸭棒是有一个外号哦，少年兄，你着听好清楚哦，我叫做金阿爸。真鸭爸，鸭子的鸭，我会当用迄个迅雷不及掩耳，喷嚏不及捂鼻，打嗝不及遮口，放屁不及闭气，哈哈哈！安那有厉害哈！哇，大家就感觉目睭看者，因着用偷食煲。什么叫做偷食煲呢？因着等迄个干鸭棒无注意的时阵，全部佮爬起来，佮个团围住，佮开始咧扯拼的时阵，干鸭棒又一个功夫，伊弹咧弹伫空中，弹变成那个竹蜻蜓呢，发出一个长笛的一个哨声，哔，这下子有一个动物团全部一滚飞落来。就是鸭子大军，鸭子大军就大家堵啦、捅啦、扑啦，哇！所有的兵器全部倒落去，这下就真正躺平了。即摆伊躺平了后，哇！咱来看一下这个图，你有看到无？哦，够厉害的吼！哦，啊，大家就惊到讲，奇怪，这鸭子大军哪有这身功夫啊？啊，谁那厉害啊？啊，毋过吼，这个鸭子吼，足趣味的。这个鸭子呢，伊逐项武器拢无惊哦，干那一个武器徛出来，因就开始安尼，因就开始紧张。咱的少年兄，咱来摇一个，什么物件出来伊会惊？菜刀，菜刀小子一出来，安尼啊就哇，伊就惊。为什么呢？因惊这支菜刀甲伊安尼啪啊，爱着拗住啊！哦，这些菜刀伊的勇气比进前更加大一点啊！伊讲，哎呦！这么厉害的鸭子大军，竟然会惊我！哇，伊心就搁愈大粒啊！哦，迄落即声，即个主席，即个干鸭棒，伊就讲，我要介绍一个我的头家，哦，我的头家就是即张，有无？迄个阿波王朱一贵。啊，咱看一下顶一件迄张图，你有看到无？阮的迄个干鸭棒是安那含迄个咱的迄种鸭子，变成是革命感情，因为啊，这鸭子伊也准讲，迄落咧行时，迄落伊行动的时阵啊，迄天顶爱放啥老鹰啊，裤骹爱放啥野狗哦。所以呢，这根干鸭棒会当甲遮个保护这鸭子。哦，这鸭子吼嘛是足感恩的呢。
这鸭子吼生的卵吼特别多，啊特别大粒，啊特别金光闪闪，哇，迄卖足好价，哇，所以呢，迄阵这鸭子的鸭卵卖的钱，佫会当支持咱的送鸭母王哦，所以这段故事变成咱民间的美谈。啊，毋过咱虽然讲这个鸭母王，伊是一个吼，咱讲的打贪官、除恶吏、保家园、护乡民哦。虽然讲伊是一个愿意做的人，啊，毋过咱的经费也是不足啊，啊，咱的武器嘛是不足啊。一声，足侪人愿意帮忙，啊，毋过毋知要安那。哇，一声，迄落咱乡民比较较侪，就是德哥啦，吼，啊，德哥安尼长长，啊，佫有啥？佫有菜刀，菜刀也愿意来帮忙，所以这个德哥想讲，爱较悬的看较有，斗菜刀，所以咱有一句话叫做。德哥斗菜刀，一支落落落。哦，咱有一句话，就是啥物意思？就是迄个时阵，咱的武器不足，啊，毋过咱的乡民有一个爱乡亲的心，哦，爱正义的心，哦，有一寡愿望，啊，大家就想讲啊，会当出力就来出力。哇，这段故事，互咱的菜刀，咱的主角菜刀小子。伊的信心更较大粒一点啊！伊想哇，安尼菜刀真正是一个周身哦，一个付出真是袂歹。到尾即个菜刀小子，伊就迄落要参加比赛啊！啊，迄个初赛吼，哇，迄个初赛，迄落就爱抽签啊，吼，抽签啊，啊，抽落去啊，虾米比赛的？是一个小姐，咱的少年兄。你敢袂记头仔有一个故事？迄个故事出来一个小姐是啥物武器啊？雨伞小姐，雨伞小姐啊，就含的即个迄落菜刀，菜刀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少年兄，咱来摇一个，送会赢。哦，菜刀就赢。菜刀赢了后呢，哇，一声就哦，迄落大家就开始咧讲啊，即摆吼就晋级哦，啊晋级就是复赛哦，大家有法度得到今年的冠军哦，吼，大家咧讨论的时阵，这个时阵吼，咱的主席吼，伊丢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吼是所有的武器从来毋捌想过的问题。伊问一个问题，讲，咱遮你若准讲进入复赛的兵器，啊，咱借问一下，确实咱若是太平盛世，哦，咱若到太平盛世，咱毋免相战，哦，毋免打斗，哦，毋免拼关家的时阵，太平盛世，咱借问一下，你会当做啥？你会记袂？内面有关刀、双节棍、狼牙棒、哦，鲨鱼剑、流星锤，哇，加拢来啊！当我讲袂出话，迄种对吼，啊，咱都拢是武器咧，啊，太平盛世，啊，这是袂创下吼，所以呢，你即摆该回想一下。你也有机会看咱的迄个宋钢丁哦，你会发觉到尾上场的是啥物呢？是太平盛世内面会当帮助咱农民、帮助咱农民的物件哦，例如讲迄个镰刀哦，啊，还有迄个高的叉子哦，三角叉哦，啊，甲迄草安尼捡规堆。哦，啊嘛是有雨伞啦，啊嘛是有刀啦，啊嘛是有剑啦，啊，所以你会感觉讲，咱的人顶头
因伫太平盛世的时阵，因就摕因家己的武器，搁加上因迄落做实做实的即种迄落农具，即两项物件，因就开始伫遐安尼练顶头，练顶头了后呢，哇，其实练顶头足忝的，嘛得出足侪力的，人的巴肚就会枵，所以呢，其实是足希望，敢会当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哇，一声，菜刀小子突然间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实在是，互大家看干呢，雾煞煞，互大家看甲雾煞煞，想讲，这是你哪做这个决定呢？伊讲我要放弃比赛，我要放弃比赛。哎呦，迄落咱的干亚棒主席问讲，你好不容易出赛甲过，你是安那要放弃？我发现大家迄落准公无相战的时阵，伫太平盛世的时阵，大家会当做伙迄落，大家会当迄落巴肚枵的时阵，会当有物件人好食。我的愿望就是菜刀会当办倒，然后我会当做足侪料理，互大家人歇困的时阵会当食。哇！大家人听着有够甘心的啦，有影吼，做事真正巴肚枵呢。哎哟，搁有才会当食着菜刀小子的料理，偌幸福！咱亲爱的朋友，咱来甲咱的图规头到尾看一解哦。今日和你分享的有无第一条图？咱今日分享的故事的名叫做啥？菜刀小子阵头梦。来，咱搁来看第一张图，会记袂？足侪武器拢来。这菜刀小子你看到无？咱的画家个用什么色？咱画家嘛真趣味用白色个迄落蓝色安尼混合咱来看一下下一张，有无？哇，谁上场了？雨刷小姐上场了伊咧讲伊足敖的，会当动遐技能搁来，哇，这个干亚棒来，拢不服气有无？好，再来，哇，我们来看一下，哇，鸭子鸭子大军，搁有足侪故事互你回味。我是曾秀玲老师，真欢喜和你讲故事。把小手举起来，把小手拍一拍，说拜拜。Hi, my love. Hi, darlings. Welcome back. I'm Sunny Girl Miss Cindy. 宝贝们，欢迎你们回来。我是阳光女孩 Cindy 老师。Today, we're going back to dance to my book,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今天 Cindy 老师又回去跳我的书《阳光女孩的梦想世界》。很开心，这一本书里面的12首歌曲都有不一样的理念，正面理念跟大家分享。What I love about this book is, in the stories, there are 12 songs, and each song has a positive message to send to you. Today, 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s. 这首歌今天呢是 Cindy 老师其中一首最爱的歌曲，它叫做《尽我们所能》，Do our best。当初 Cindy 老师会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希望每一个在外面的小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们，只要记住，第1名、第2名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所能，做好它，就已经很棒了。这个是比较好的 attitude. Okay? Remember, guys, when I wrote this song, what I care about is, for sure, when you put your whole heart out and just do your best, that's more important than trying to get number 1 place or number 2 places. That's not important in life. What's important is to start to the end
and with your whole heart. That's all you need to know, and that's all you should care. All right, let's start with the dance now. 这首歌曲的间奏有一个动作，我们要从脚开始。We're going to start with our legs. During the intro of the music, we're going to walk to the side, starting from our right. 1, 2, 3, 4. Do you see how I sway my body? 我们的身体又有摇摆了。往我们的左边，下一个动作，左脚出去。1, 2, 3, 4。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的左手往旁边放在前面握拳，然后把它拉 like this. So you're going to put your your left arm to the front, and you're going to pull your body while you walk to your right. Ready? 5, 6, 7, 8. Out and pull. Out and pull. Very good, everybody. 一样的动作 the same. We're going to go to the other side. 5, 6, 7, 8. Out and pull. Out and pull. Very good. 这就是我们间奏的动作. That's for our intro. Next, today we're just going to learn the verse. 今天我们只会学我们的主歌。声音老师先教英文的部分。Don't be afraid to do our best. 这一句就是说，不要害怕去做好我们自己。Working hard first. 先努力用功 then take a rest, 再去休息 OK? 再来呢 finish your studies, 做好你的作业 then take a rest, 再来休息。另外呢，这一句对我来讲很重要 help with the chores, 帮助做家里的家事。很多人都需要帮忙的 Everybody needs a little help, especially mommy and daddy. 爸爸妈妈也需要我们帮忙的，所以协助做家事，然后我们再休息。最后呢 give it everything, 这是很重要的 give it everything 的意思就是全力以赴。No sweat 这句话在英文就是说我可以的 No sweat, OK? 好，森林老师现在教大家做我们动作，做完了我们就念一次，然后再来看影片咯。So, for don't be afraid to do our best, the verse. 这个动作呢，我们会先从右脚开始，右脚跨过去 ，we're gonna crisscross， 后面起来，然后再回来。我先做快的动作 ，1 and 2。好，再一次慢的动作，我们的右脚往旁边 crisscross 前面 ，1 后面的脚跳起来就是我们的左脚，然后再往后移 back， 再来把我们的右脚换旁边了 ，OK？ Same thing， 一样的动作 ，We're gonna do it to the other side now。现在换我们的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的右边 ，Ready？ 用我们的左脚 ，Here we go，1 and 2。我做一次快的 ，1 and 2。有没有看到声音老师稍微跳起来 ？I'm kind of getting up。1 and 2， very good。现在加手的动作，手的动作很简单。The hand movement is easy. We're going to put our hands into fist, crisscross 在前面，交叉在前面，然后放下，交叉放下。OK， 宝贝们，我们先从这一边开始咯。5, 6, 7, 8, 1, 2。再来换边 ，3 and 4， 1 and 2。3 and 4， very good。现在呢 ，Cindy 老师念这个歌词，主歌慢一点，我们跟着动作一起做，跟着我做就好了，加油哈，尽你所能哦 ，Do your best。5, 6, 7, 8. Don't be afraid to do our best. Working hard first, then take a rest. Don't be afraid to do our best. Finish your studies, then
take a rest. Don't be afraid to do our best. Help with the chores, then take a rest. Don't be afraid to do our best. Give it everything. No sweat. 宝贝们，你们都太棒了 ！Amazing job, everybody! I think you're ready to dance with the video. And just a quick announcement about that video. Cindy 老师很开心，当初拍阳光女孩的全部的影片，你们看到的小朋友们呢，都是很可爱的平山国小，在我们高雄的平山国小的小朋友哦，所以非常谢谢他们跟 Cindy 老师拍摄。I'm really, really happy out of all the Sunny Girls videos that you see. All the little kids are from the Pingsan Elementary School. And they have done such a great job dancing with Miss Cindy. So thank you so much, everybody. Now, let's go to the video.哇，听完故事，你是否觉得原来我们的故乡高雄藏着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啊？如果今天的故事地点你也曾经去过，甚至拍下美美的照片，别忘了上传到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网站，跟我们一起分享哦。拜拜，张磊了。